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瑤學康沙頭角店毛醫生。上兩期呢，我哋都解咗根管治療，俗稱杜牙根。今期呢，我哋嚟闢謠幾個網絡上大家最容易出現一個誤解。第一點，杜牙根會唔會痛？大佬啊，21世紀啦，依家有麻醉嘅科學情況下呢，唔好話杜牙根啦，杜手術都唔會痛。正常嚟講呢，我哋一支麻藥打落去呢，成排牙齒都冇晒知覺嘅，所以大家放心啊！杜牙根係完全唔同嘅情況下同你操作，已經同以前嘅傳統忍下、堅持下咁嘅情況呢，已經完全唔同啦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第二點，好多人話呢個牙齒抽到神經係咪就壞死咗啦？常規嚟講呢，抽咗神經證明咗呢隻牙齒壞死咗，但係呢，呢隻牙齒仲喺你口腔入邊喎，但只不過佢係失去咗冷熱酸甜嘅感受，但係呢，佢都係通過你個骨頭牙周組織呢包住啲牙齒，依然係生嘅。只不過我哋杜完牙根之後呢，最好做翻牙套將啲牙齒包起身嚟，咁樣長長久久用落去都冇問題嘅。第三點呢，都好多人話，哎呦，杜牙根咁辛苦，仲要嚟咁多次，不如我直接剝咗佢算啦。大佬啊，做牙齒呢，或者做牙冠呢，幾千都好，或幾萬蚊都好，或者10幾萬都好，嗰啲假牙始終不如自己牙齒好，嗰種受力點啊係完全唔同啦。因為自己牙齒由你 BB 開始，佢就不停同你骨架去融合，同你隔離牙齒個緊隙呢，佢都係融合，慢慢係好貼實嘅。新嘅牙齒呢，佢始終係外接嘅牙罅、受力點啊、磨合點啊，都完全唔同嘅。所以呢，大家去牙科檢查牙齒，如果醫生建議你杜牙根啦，保留呢個牙齒情況下呢，大家一定唔可以考慮去剝牙，除非呢個牙齒已經爛到無藥可醫啦，冇辦法救到啦，咁樣先考慮去剝。自己牙齒永遠係最好嘅，出廠嘅原裝嘅，始終係最好嘅。好啦，今期呢，毛醫生就為大家講解咁多。如果話想了解其他關於牙齒情況啊，可以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